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推理睇書，我係努力讀書嘅 Isaac。大家想象一下，零下56度嘅極地，孭住40公斤嘅雪橇，連續52個小時冇瞓覺，喺暴風雪之中，一個人拖住身體向前行，隨時會凍死或者跌入冰湖入邊，或者因為寂寞而直接崩潰。但係陳彥博就係一個咁樣嘅人，佢就係成為亞洲第一個完成世界最艱難超馬嘅人。今日分享佢嘅力作，越跑越懂得亞洲第一極地超馬選手陳彥博想告訴你的事呢本書呢，就喺我哋嘅閱讀天地一睇啦。呢本書呢，唔只係一個跑步嘅故事，更加係與心嘅對話。勇氣唔係指唔害怕去做一件事，而係即使自己知道自己害怕，但仍然都向前衝。如果你覺得而家嘅人生好攰，好想放棄，呢條片會俾你好大嘅能量。呢本書裏邊呢，講咗幾個嘅唔同極地比賽啦，最艱難嘅一戰就係加拿大育空700公里極地橫越賽，亦都係全本書嘅重點。呢一場被譽為超馬中嘅超馬，完賽率低過3%。選手要孭住40公斤重嘅裝備，仲要簽生死狀，一個人獨自跑13日，氣溫低至零下56至72度。陳彥博喺本書裏邊，佢係咁樣講嘅：雪橇踩住雪，不斷咁樣響住一啲踏步嘅聲音，隻眼就嚟要結冰，要好用力先可以拉開佢嘅眼皮，身體感到不適啦，嘔吐。肌肉撕裂，血糖急降，孤獨到簡直就係懷疑人生。但係佢撐過去啦，仲拎到全場第3，仲創下最年輕嘅亞洲完賽紀錄。除咗呢一場極地橫越賽之外，書裏邊仲有寫到西班牙洛克230公里山徑賽，當中佢亦都經歷咗比賽時嘅身體不適啦、胃痛啊，仲有逆轉。呢個賽程啦，爬頭爬咗其他選手嘅頭啦，但係同時間又都同其他選手互助啦，更加明白距離唔係一場比賽唯一嘅問題。另外仲有澳洲嘅520公里內陸賽啦，佢係非常之享受個過程。喺呢本書裏邊呢，有好多唔同嘅金句，可以俾到我哋人生嘅一啲嘅推動嘅。例如係懂得自立啦，喺極大壓力下，你必須要自己做決定，承擔後果，對自己負責任，更加要揾到自己人生嘅配速。有時攰啲或者輕鬆啲都係你嘅選擇，最緊要冇跟住人哋跑，亦都要拒絕名為懦弱嘅糖衣，怕失敗就揾藉口，渴望達標反而會得到能量。有時候競爭會讓到心更加強大，見到更強嘅人。究竟係應該批評我都要更強啊，定抑或係批評自己呢？有時候心態就決定一切。佢仲話成功其實唔在於力量，而係在於堅持幾耐。最後陳彥博講到，馬拉松唔止係跑，更加係同心嘅對話。跑極地唔止係考體力，更加係考心理。喺孤獨裏面，你會開始真正聽到自己內心嘅聲音。喺睇完呢本書，我最深刻嘅係人生好似係場超馬，終點並唔重要，過程同你點樣堅持先係最重要嘅。無論你係跑步嘅愛好者，或者職場嘅打工仔，或者正喺度面對困境，都可以喺呢本書度學到，只要個心冇放棄，身體自然就會跟隨。你而家人生嘅 pacing 係點呢？有冇諗過有一刻放棄，但係最後都堅持落去？歡迎喺下面留言分享，我哋下條片見啦！